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聖誕節想用最抵嘅價錢去為屋企嚟個大升級，機會嚟啦！由12月25號至到28號，一連4日，我哋東元電器將會喺灣仔會展嘅香港家居潮流博覽，為大家帶嚟史上最強嘅開倉特賣場。今年我哋集合咗多個國際頂級品牌，優惠多到你唔信啊！首先係 Samsung， 佢哋嘅 AI OLED TV 低至6折，仲有全新對 Film 畫框電視。採用 Neo QLED 技術，將藝術同科技完美結合。買指定 Samsung 洗衣機或者雪櫃，仲有豐富禮品送俾你。想屋企乾乾淨淨 ，Sharp 嘅直立無線吸塵機原價2480，快閃優惠35折，只需要868蚊，限量20部咋。講到洗衣機，瑞典百年品牌伊萊克斯金章牌都有震撼價，其中金章牌多款陳列洗衣機一口價只係2380蚊咋。廚房電器方面，樂信牌20公斤蒸氣焗爐陳列價22折，657蚊就可以帶走。不過只限自取，限量20部。東芝545mm 窄身變頻雪櫃陳列價2573蚊，限量18部。佢哋嘅日本製造 IH 電飯煲陳列價都只係1587蚊起。仲有 Philips 健康空氣炸鍋開倉價560蚊。當然唔少得上頻堂嘅聖誕優惠。折扣價低至3折，仲有快閃買1送1，無論係浴室寶、暖風機定電陶爐，全部都有驚喜價。講到瑞典百年品牌伊萊克斯，佢哋今年帶嚟大量超值優惠，其中7kg 1000轉 Perfect Care 68智能變頻摩打蒸汽洗衣機，原價5798蚊，會場價只需要2990蚊，足足慳咗接近3000蚊啊！原廠保用3年，想要更長保障，加598蚊就可以升級到加2年保養，或者加748蚊升級到加3年保養，享用100% 保障計劃。升級計劃仲送你上頻堂 USB 石墨烯貓暖寶，價值398蚊，絕對買得放心。除咗以上優惠 ，Miele 日本草津浴室寶、Siemens、Bosch 等等名牌家電，全部都有會場限定優惠。最後為咗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只要喺我哋東元電器展區買滿1000蚊，我哋即刻送你100蚊嘅 New A 現金券，俾你同朋友去唱 K。記住啦，12月25號至到28號灣仔會展東元電器開倉特賣場，約定你。